朴刀学台语甲手诶动作相关诶课漏字，伫第29集141条，我用手合着一只鸭，嘛使讲我用手扶着一只鸭，就是我用手扑到一只蝴蝶。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读做合，第二读做合，第三字读做箍还是虎，第四字读做虎。142条，伊爱咬人的过空，就是他喜欢骚人的腋下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咬，咬咬舌的咬，第二读做猫，第三字读做赊，第四字读做摸。143条，伊甲甘蔗压做2截，就是他把甘蔗折成2段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啊，嘛会使读做鸭，第二字读做鸭，第三字嘛是读做鸭，鸭啦，是那个木条叫鸭啦。第四字读做鸭金的鸭。144条，你毋通甲狗遐累死，就是你别将蚂蚁把它揉死掉。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这字读做流，第二字读做雷，第三字读做甜，嘛会使读做甜，第四字读做鸭，嘛会使读做鸭。145条，有人咧试电铃，就是有人在按电铃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鸭还是鸭，第二字读做饲，第三字读做按，第四字读做甜还是甜。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